大埔宏福苑5級大火牽動港人，全港各大傳媒咧都有派員去報導呢個現場實況，俾市民能夠第一時間知道現場情況嘅。咁 TVB 咧就派出佢哋嘅主播陳嘉欣咧到現場為6點半新聞報導採訪，再直踩到晚間新聞咧擔任主播嘅。咁有網民咧就指陳嘉欣喺晚間新聞尾聲嘅時候咧，疑似係因為災情咧而情緒波幅，令到聲音顫抖。導演可能係察覺到狀況咧，於是即刻去廣告嘅。事後有傳言咧就指陳嘉欣咧係喺大埔宏福苑長大，面對家園毀於一旦，難免係感到難過。不過咧，後來就有人澄清咧，就話陳嘉欣咧應該係喺沙田長大至真。呢場火災嘅災情咁罕見啦，陳嘉欣嘅冷靜表現咧就令佢贏得到唔少觀眾嘅讚賞，甚至以近期劇集《新聞女王2》女主角佘詩曼同佢相提並論，現實版嘅 Man 姐咁話。陳嘉欣咧現時咧就喺 TVB 新聞部港聞組出任呢個助理採訪主任嘅。佢喺2006年喺港大商學院畢業之後咧，曾經就係做過娛樂記者啦。亦都咧係加入過呢個港聞版嘅。直至到2011年咧先係加入 TVB， 並且咧喺2年之後咧係成為咗呢個 TVB 嘅主播。陳嘉欣咧2022年咧就已經咧係同曾經喺 TVB 新聞部工作嘅劉俊安係結咗婚㗎啦。而家咧劉俊安咧亦都轉職咧係成為咗呢個執業大律師。陳嘉欣表現備受讚賞同專業之餘咧，有一個前 TVB 嘅特約演員咧就被指利用呢次事故係推銷保險，俾網民怒轟去發死人財，冷血行為咧係令人不齒嘅。尋日呢個宏福苑外牆棚架突然起火，個火勢迅速蔓延，形成咗5級大火，造成嚴重嘅人命傷亡嘅時候咧，有KOL 咧就喺社交平台爆料，指一個叫林子幸嘅特約演員咧，喺火災發生之後冇幾耐咧，就喺微信朋友圈以意外來得太突然為題，大講保險嘅重要性。呢個 KOL 咧就貼文怒斥佢話宏福苑火災第4個 agent 衝出嚟賣保險，以為喺 WeChat 賣，我就唔知。今朝仲要係前 TVB 藝人 AIA Success Family 嘅人添。呢個截圖內容咧就見到林子幸咁寫佢話今日睇到新聞，心裏真的很沉重。隨後咧亦都強調就話要提前準備，做好風險管控，並稱保險不是推銷，是陪伴。喺文嘅最後咧，仲附上咗火災現場嘅圖片呢個貼文一出咧，就隨即引起咗呢個網民嘅激憤，紛紛咧係湧入呢個林子幸嘅社交平台留言，怒斥咧係佢喺度行為冷血，消費悲劇，發死人財。面對排山倒海嘅負評咧，林子幸咧其後咧亦都係就事件係道歉，表示咧自己係絕無此意。由於件事咧都幾轟動下，TVB 嘅企業傳訊部咧深夜就發表嚴正聲明啦，對有關特約演員林子幸借火災事故推廣保險等相關言論，佢澄清咧林子幸咧絕對已經唔係 TVB 演員嘅員工啦。公司咧亦都同林子幸冇任何關聯，林子幸嘅行為咧亦都唔代表 TVB 嘅立場嘅。呢件事件嘅主角林子幸咧，其實咧就係畢業喺呢個香港演藝學院，都有多年嘅舞台、電視同埋電影演出經驗噶啦。佢就係做過 TVB 嘅特約演員嘅。喺今年初嘅劇集一個叫《奔跑吧勇敢的女人們》裏邊咧，就做正義老公一個角色，同呢個係吳若希咧係有對手戲嘅。除咗呢個演藝事業之外咧，林子幸咧亦都有涉足金融界嘅，係 AIA Success Y 嘅聯合始創人兼且咧係招募總監。佢嘅社交媒體咧亦都不時分享咧關於金融科技同 Web 3.0嘅內容嘅。不過今次
藉住呢件咁悲慘嘅事件咧，進行呢個保險嘅推銷咧，咁難怪咧係會成為被譴責嘅對象啦。無論如何啦，而家最緊要咧就係希望能夠有更多嘅生還者被救出啦。咁同埋啡圖娛樂咧亦都喺度咧，希望咧係各傷者咧能夠早日痊癒，而死難者咧亦都能夠得到早日嘅安息嘅。